第9日，定睛。當世界嘅嘲笑就嚟要將我吞噬嘅時候，對我哋每一個人嚟講，嘲笑嘅感覺應該唔陌生。喺中學同埋大學嘅時候，我都曾經因為唔同嘅原因而受到嘲笑。不過細心一諗，我又好似好少因為信仰嘅緣故而受到嘲笑。你呢？試過因為信仰而受到嘲笑嗎？朝聖者想同我哋分享一下佢俾人嘲笑嘅經歷，我哋一齊嚟聽下佢點樣去歌唱呢一段故事。詩篇123篇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舉目。僕人的眼睛怎樣望着主人的手，婢女的眼睛怎樣望着主母的手。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着耶和華我們的神，直到他向我們施恩。耶和華，求你向我們施恩，求你向我們施恩，因為我們飽受藐視，到了極點，我們飽受那些安逸的人的嘲笑和驕傲的人的藐視，到了極點。呢首詩歌講緊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，就算身處聖城裏邊，詩人發現自己都好似身處喺一個充滿敵意嘅環境裏邊，周圍都係嗰啲安逸人嘅譏誚，或者驕傲人嘅藐視。呢啲安逸人同埋驕傲人係邊個呢？聖經冇明講，但係好可能係猶大社會上邊嘅富裕階層，係以賽亞先知所批判嘅群體。佢哋睇唔起呢一班仲堅持要去耶路撒冷朝聖、堅守古老律法嘅惡誤者。詩人話佢感到厭煩，而且到了極點，因為係一種被嘲諷填滿，甚至被嘲諷頂到上心口嘅窒息感。詩人彷彿喺度講：主啊，我哋受夠啦！呢個世界嘅白眼，呢個世界嘅嘲諷，我哋已經食得太多啦，我哋吞唔落㗎啦。喺呢一種被羞辱、被睇唔起嘅時刻，人嘅本能反應通常有兩種，一係好似戰士咁樣，好憤怒咁樣反擊；一係好似受害者一樣，好羞愧咁樣退縮。不過詩人提出咗第三條路，好似僕人一樣定睛仰望，望向主人嘅手。點解係手而唔係眼睛呢？原來呢度隱藏住一個卑微而尊貴嘅隱喻。定睛主人嘅手係古代每一個僕人必須學習嘅功課。無論係咪喺度接待緊客人，主人同僕人之間都唔會成日用言語交流，而係僕人要睇得明主人嘅手勢。
或者係一個招呼，或者係一個手指嘅動作，係咪有啲似敬拜隊同 PPT 嘅互動呢？凝望主人嘅手，而唔係眼睛，係驚自己會錯過主人嘅吩咐。一日落嚟，主人唔知道幾時先至會俾手勢，僕人嘅功課就係等候、等候、等候。主人隻手一動，佢就要知道點樣可以回應。詩人就係咁樣凝望耶和華我們的神。凝望直到幾時呢？詩人話直到他憐憫我們，意味住即使而家環境未改變，即使嘲笑嘅聲音仍然刺耳，我仍然拒絕轉移視線，我拒絕喺其他嘅地方尋求安慰，我拒絕用世界嘅手段去反擊。即使嘲笑聲依然刺耳，我單單等候你嘅出手。呢個需要一個極大嘅內在嘅力量。親愛嘅朝聖者，當世界睇唔起你嘅時候，唔好將你嘅眼光浪費喺嗰啲輕視你嘅臉孔上邊，嗰啲只會令你更加憤怒或者更加自卑，亦都唔好望住自己受咗傷嘅自尊，嗰啲只會讓你陷入自憐。我哋要望嘅係嗰一雙手，嗰一雙曾經鋪張穹蒼嘅手，嗰一雙釘痕嘅手。我哋一齊祈禱。坐在天上嘅主啊，我向你舉目，世界嘅嘲笑其實好似一根刺咁樣拮落我嘅心裏邊。我承認好多次，我好想去反擊，好想證明自己嘅力量，好想贏得佢哋嘅尊重。但係主啊，我係你嘅僕人，求你幫助我望你嘅手，過於望人嘅臉色，因為我知道你手裏邊有憐憫、有供應、有醫治、有公義。我願意喺忍耐裏邊等候，直到看見你嘅作為。禱告祈求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。阿門。加油啊！聽日我哋繼續10級以上，向高處行。